好，邀请我们寿头花的长辈们请上台。我们21对新人们的家属，我们有是婆婆啊，还是妈妈、长辈都可以上台来。我们安排好的依序，我们上台到你的新人的这个旁边前面来坐下。每一对新人们今天都邀请了一位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长辈哈，来到现场，来祝福你的哈，平平安安的插头发哈。一种职业的时节，一定是邀请非常重要的人来到现场。我们插头花的仪式的长辈，我们有安排好插头花仪式的长辈。每一对新人呢，都有一位长辈特别邀请他来到今天这个现场，要来进行插头花的仪式哦。好，我们的妈妈，好，可以都先扫一下你的这个新人们，你们幸福新人在哪里？好，邀请我们寿头花的长辈们，请就坐。今天呢，能够坐在台上的长辈呢，都是我们新人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哦。好嘞，我们的长辈们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请就坐。请就坐，对，请就坐。好，我们先确认一下，是所有的长辈们都已经坐好了呢。在旁边啊，有时候有些哈，在地上那些守护人哈，每一个新人呢，其实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贵宾哦，我们的长辈哦。你帮我确认一下，是不是 OK 了呢？那我们也请新人们，你的手上要有一盘这个手头花。圆板花象征着家族团圆、生活美满。给滚梯板哦，鸡冠花就是代表着健康长寿、福气满满。鞭炮很多人家族希望永续传承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即将要进行非常重要的这个插头花是喜品茶的仪式哦。有请我们新人为长辈插上象征祝福的头花。你来演慢慢用手传神哦。我们的新人们为长辈们插上头花，代表我们的感谢之意。OK 了，我接下去。这张卡，有这张卡。哪里？这里，跟这样去，这样去。今天在这个重要的时刻，来跟人插头花，推动我们当下当人。没差吧？你帮我们拍一张。我们移动到前面这边来奉茶，移动到长辈的前面来奉茶，奉茶给我们的长辈。
最感谢富贵万年。感谢我们所有的长辈及新人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跟陪伴，让这一份长情的爱跟祝福，在今天的仪式当中永流传。谢谢我们的长辈，感谢的一路的栽培哈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栽培，这是我们客家传统民俗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哦。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永浴爱河。上茶的仪式来正式的圆满结束了。